喂。跟这一边。哦，俺你。刚才的花语。俺打哪里的？从酒吧电话用的。还是巴上一边。哦。酒吧那来查呗。来查。这我查个么多啊？那么你在那酒吧那啤酒都点一杯，然后哪里怕没见过人这样的？我现在还用没？喂，我有兄弟家伙的。下滚点点，家里面。